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11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6篇，撒母耳记下卷第2章第1节到第7节，约翰福音16章25节到3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同在。有上帝的同在，其实是基督徒一直在追求的祝福。也因为如此，上帝赐下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说要将他取名为以马内利。这就是主同在的意思。这不但是世人所盼望的，更是信实的上帝所应许、所预言的。对于大卫王而言，虽然他经历了与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战争，经历与所罗门王之间的紧张关系，甚至他被所罗门王所追杀，但是他仍然有上帝与他同在。撒母耳记下卷第2章第1节到第7节记载了这一段上帝膏抹大卫成为犹大王的故事。这是以后大卫求问上主，我可不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镇去？上主回答可以。大卫问哪一个呢？上主问希伯伦，上主就回答说希伯伦。于是大卫上希伯伦去，他带着2个妻子，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加密人拿巴的遗孀艾比盖，也带着部属和他们的家眷一起去。他们在希伯伦周围的城镇住下。犹大人就到希伯伦来，膏立大卫做犹大的王。大卫听说基列的亚比人埋葬了扫罗，他就派使者到那里去说，愿上主赐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对扫罗王忠心，把他埋葬了。愿上主对你们信实，永远爱护你们，我也会因你们所做的善待你们，要勇敢坚强。你们的王扫罗死了，但犹大的人民已经膏立我做他们的王。即便上帝已经膏抹了大卫，大卫也非常清楚是上帝与他同在。他也祝福基列的亚比人，因为呢，他们按照信实来埋葬扫罗。耶稣基督教导跟随者，将来他们要奉他的名祈求祷告。他也说明了自己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。凡是相信并接受的人，就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爱与保守。约翰福音16章25节到33节记载了耶稣基督的话，这样说道：我用比喻把这些事向你们说了，可是即刻将到，我不再使用比喻，却要用明白的把父亲的事告诉你们。在那一天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是说我要替你们向父亲求，因为父亲自己爱你们，他爱你们，因为你们爱我，并且信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我从父亲那里来到这个世界，现在我要离开这世界，回到父亲那里去。门徒对他说，你看，现在你是明白的讲论，并没有用什么比喻。
门徒就对他说：我们已经晓得你无所不知，也不需要有人来问你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耶稣说：现在你们信了吗？时刻将到，现在已经是了。你们要分散，个人回自己的地方去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其实我不是自己一个人，因为有父亲与我同在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，是要使你们因跟我连结而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要勇敢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因为上帝的同在，凡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他，是受上帝所差遣的人，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些人呢，就必要得着平安。即便是在苦难当中，也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而有平安。诗篇76篇，上帝在犹大人人认识，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人尊崇。他在耶路撒冷有住处，他在锡安山有居所，在那里他折断仇敌的弓箭，毁坏他们的盾牌、刀剑、各种武器。上帝啊，你多么光荣！你击败敌人，从群山回来，多么威严！他们的勇士所掠夺的都被抢走，他们的战士长眠不起，无法反抗。雅各的上帝啊，你一斥责他们，他们的战马骑士就都死亡。上帝啊，你可敬可畏，你发怒的时候，谁在你面前站得住？你从天上宣布你的审判，你一站起来宣判，要拯救被欺压的人，全地畏惧，默默无言。人的愤怒将使你更受颂赞，劫后余生的人要谨守你的节日，要向上主你们的上帝偿还所许的愿。邻国要向他进贡，敬畏他。他挫折王子的骄傲，他使地上的君王站立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坚定的相信，即便是在苦难的当中，仍有主的同在，有平安赐给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